好讀書好叻咁咧嚇。阿伯哥哥，咦個頭乜亂晒咁樣嘅，追巢咁樣啊！唔得，我唔可以再俾佢哋咁樣笑落去啊！我要改變。你漏咗啲嘢未拎啊？係喎，唔該晒你喎，鱷魚先生。我得咗啦！哇！你個頭做乜咁靚嘅？因為我用咗佢。等我鱷魚先生嚟介紹下啦。我哋嘅 Hair Gel 非常方便，一支就已經可以用，而且仲好快乾，只需10幾秒就已經可以幫你個頭定型啦。而且十分強硬持久，點揈都揈唔甩。最重要係方便易洗，用水洗10幾秒就已經洗到。仲快啲嚟試下我哋 TSK 牌嘅 Hair Gel。